再来看，昨昏有一对翁仔某因带团去爬阿里山，不过到半路啊，因为翁婿脚头有着伤，行袂紧，两个人煞缀袂着阵，尾啊找无路。加在迄当阵手机啊也有信号，赶紧报案。搜救人员锁定因信号的位置，发现这两个人是已经离山一般的山路真远啊，所以赶紧派搜救队来找人。加在目前是已经平安，甲因救落来啊。搜救队带因翁仔某慢慢行落山，半暝了后，山区的温度降低，能见度嘛真差，敢来当靠手电啊替你照路。哦，有哦，过吼，来小姨，来你先过，你先过。行无细日，搁厝一倒，好甲再互人丢掉的。这个海拔2至3千公尺的阿里山塔迪高度，是最近出名的登山步道。这对翁仔某本来是对社区组成的20人登山团，要为塔塔加到迪富亚塔迪高度，却因为翁婿姓王的查甫人脚头有受伤，行路慢，甲家后两个人煞对袂着阵，到尾啊煞毋知方向，好甲在手机啊也有信号，赶紧打电话报警。所幸夫妻2人报案地点手机上有讯号，搜救队伍透过定位顺利寻获夫妻2人，并顺利带出特富野登山口。警方请因找到经纬度，成功找到两个人的所在，嘛发现因走到偏离正常步道的范围。提醒民众，山区半暝了后温度快速降低，若做有身体无拄好，唔通勉强爬山，以免发生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